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北京大学历史学家冯玉军。冯玉军老师以前是复旦国研院老师，他在前年好像都写了文章。他作为一个叫国际关系学院，而且好像是专门研究中俄关系的这么一个专家，旗帜鲜明的说俄罗斯必败，一下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他的文章被那个国外的媒体转载发表。前不久，胡锡进老师还高呼说俄罗斯熬出来了，他宣布俄罗斯已经胜了，因为俄罗斯胜了，所以这个就打了冯玉军这样专家的脸，他嘲笑冯玉军这样的专家，而且还说嘲笑完之后还说这个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还是有发言权的嘛，他们学历还是有限，见识容易被一些因素所干扰，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他说话嘛。胡锡进老师这个嘴脸就跃然纸上了，大家都看到了也做节目聊过了。那么巧了这两天针对特朗普的这些所作所为，冯玉军教授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有人把它转载了，转载的这个人应该是姓石，他还写了一篇案，就是在转载之前前面写了个批语，他说冯玉军老师在复旦国研院任教时就住我隔壁小区，他说去年他已离开复旦到北大历史系任教，他说我们一起举杯诅咒毒夫和为乌克兰人民祈福的时光如在昨日。他说这一篇其实是冯老师今天的票圈所发，冯玉军在他的票圈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感谢他授权我在这里刊发，发到好像是公众号上去了。他说我们不信世道总会这么坏下去，我们坚信乌克兰永在人间。一位姓石的转发了冯玉军老师的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也很霸气，题目就叫大炮没有在乌克兰得到的，嘴炮同样也得不到，也就是俄罗斯用大炮在乌克兰都得不到，特朗普这样的嘴炮想从乌克兰得到也是没有戏。题目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我们一起来看他的文章。冯玉军老师说俄乌战争爆发整整3年，世界呈现出一副三体式折叠的复杂场景。现实时空中，俄乌战场高度焦灼，俄方闪电战已成笑柄，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乌克兰人浴血奋战，不屈不挠，依然挺立。俄方在乌东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进展微弱，损失惨重。乌军突入库尔斯克已达半年之久，让俄国人如鲠在喉。国际政治棋盘上，美国在俄乌战争上的政策全盘反转，川普团队的无知无耻暴露无遗。他们不仅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乌克兰，还抛开基辅，直接与莫斯科求和，试图迫使乌克兰向侵略者让步，甚至干涉乌克兰内政，要求提前举行总统大选。川普当局所作所为无疑加剧了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给前不久已经走投无路的克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就是胡锡进老师所说的俄罗斯熬出来了。在全球舆论空间，各种信息观点泥沙俱下，真假难辨，各路信息战、心理战、认知战如火如荼。尽管环球同此凉热，但不同人群的价值观严重分化，立场针锋相对，无法达成共识。文章说川普的倒行逆施让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难掩兴奋之情，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是认为弱肉定被强食，强权压过公理。但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确实，美国的转向无疑将给乌克兰和欧洲带来巨大的困难，但苦战了3年的乌克兰会屈服于川普的压力吗？已强烈感受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欧洲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吗？我看不会。可以确定的是，俄国3年来用大炮没有办法在乌克兰得到的，川普用嘴炮同样得不到。我们看到，尽管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在努力与川普团队寻求共识，避免惹怒他们，但在核心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的退让。这就是我说的，泽连斯基可以说是越来越成熟，这个演员选上了总统，但是这3年的战火让他成为一个不仅是英雄更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欧洲也不是当年张伯伦时代一盘散沙，目前英国已经接
接手了拉姆施泰因援乌机制，欧洲国家正在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可以说，乌克兰人退无可退的抵抗意志，乌克兰军队在血与火中锻造出的战斗能力，欧洲的综合实力以及相互间的团结将成为维护欧洲安全的核心支柱。而试图出卖乌克兰并向俄国绥靖的川普及其拥趸们，很快就会被回旋镖击中，遭受严重的反噬。现在对川普奉若神明的人也许忘记了，他们这些年一直在宣扬美国衰落，但现在他们又认为川普可以让美国无所不能。特朗普昨天不是在宣传他那个帽子吗？要卖帽子了，也要批发帽子，说那个帽子上写着，而特朗普永远正确，大家可以看一下。反正在我看来，那个意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过去有红宝书，现在有红帽子啊。过去开会，这个印度要拿一个小手册，红色的，开会之前说话之前都要拿出来放在胸口，这样那个动作是有要求的。那现在特朗普就在搞这个，开始批发红帽子，这特朗普永远正确，这个总是那么似曾相识。这就好比什么呢？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我认为，只要你长期吃肉，吃有营养的，吃鱼子酱，吃什么刺身，吃牛排，突然有一天你让他尝一尝豆腐乳，让他尝一尝咸豆角，他也觉得这挺好吃的，甚至会产生迷恋，也就是他长期吃那些大鱼大肉，习以为常了。美国人现在对这一套很上头。我们一会儿再说。现在看冯玉军老师的这个文章，冯玉军老师说，他说他们在这急剧的反转之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因为他们判断是建立在情绪而不是逻辑、理性与良知之上的。如果说美国衰落1月20日才是他真正的开始，这个我认同冯玉军老师说的，这个很多人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情绪之上的，尤其是这些黄俄、头部黄俄，这些是非不分的，都是建立在情绪之上。你看看那胡一静居然说俄罗斯熬出来了，然后要求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美国特朗普之间在签矿产协议，那个协议还在博弈之中。虽然特朗普有趁火打劫的这种意愿或者这种动机，但是毕竟还在博弈，最后的条款我们还没看见。胡一静老师就高呼乌克兰领土没了，矿业没了，亡国，乌克兰要签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这个说白了都是一种情绪化。胡一军老师说，俄国正在为川普带来的喘息之机而暗自窃喜，但这并不能解决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俄国传统战略文化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强烈敌视，对掠夺领土的无限渴望，寻求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冲动，以及东正教的弥赛亚思想等，至今仍然强烈地影响着他的世界观和对外行为。因此如果俄乌战争不能以公正的和平方式得以结束，而是被暂时冻结，那么俄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敌视会进一步发酵。也许过不了多久，当他积蓄了一定的力量之后，会对外部世界，同时也给俄国自己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威胁。冯玉军老师说受伤的熊更加危险，俄国的影响力来源于它的破坏力。这个我记得有一种名言嘛，说俄罗斯有多大的能力，好像就要干多大的坏事。今后俄国的核心实力已不再是军事，而是它的混合战争能力和重蛊下毒的高超手法。10几年来，他打着所谓的保护主义、保守主义的大旗，不仅借助甚至激化美国社会撕裂，2次把川普送进白宫，还继续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培植和收获他的拥趸，那就是黄俄。黄俄是最明显的。连今日俄罗斯去拜访加托老师，那还不得要带上2罐蜂蜜吗？这再次验证了恩格斯的名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就像同样幼稚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军事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这俄罗斯人签的条约那是用来撕毁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明斯克协议，哪个不是俄罗斯悍然撕毁？俄国外交巧妙地蒙蔽了欧洲的2大资产阶级党派，只有他被许可同时既是正统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传统派又是开明派。因此这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蔑视、藐视是可以理解的。他说同样也不能小视川普的危害，不能
只把他视为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说，川普的商业帝国离不开俄国资本的倾力扶植，他的思想观念形成离不开俄国的这个长期塑造。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而是俄国经营了几十年的一笔战略投资。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远超主人预期的代理人。川普的政治理念是集工业贸易上的重商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社会文化领域的民粹主义、对外政策上的帝国主义、行事风格上的流氓作风的大杂烩。他认为特朗普他这个行事方式是个大杂烩，说他散发出怪味，吸引了各种文音，获得了美国和世界多地的不少拥趸，也因此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危险的边缘，川普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要搞绥靖，跨大西洋同盟体系出现巨大裂痕，关税战将重创全球贸易体系。在川普冲击波之下，世界究竟走向何方还不得而知。我在今天的俄乌战争节目里面说了，世界真的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向前走，还是进入一个轮回？似乎现在到了不得不选择的地步了。冯玉军教授最后说，他说，尽管当前的世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要看到美国并非川普一个人的美国，世界也不仅仅是美国的世界，未来的世界取决于地球上每一个人。重要的不仅是外部世界的变化，更是美国人心中信念和向往。只有正义的和平才是持久的和平啊！这是冯玉军老师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这冯玉军老师他倒没有说这个俄罗斯必败，就没有强调这一点，但是他重点指出特朗普的绥靖主义特朗普的现在的做法对世界的危害，对世界正义以及和平事业的这种伤害。冯玉军教授甚至认为这个特朗普他受俄罗斯的影响非常深，无论是从他的商业上还是他的政治理念，都有一种俄罗斯人下了毒这种迹象。说特朗普是俄国经营了几十年的一笔战略投资。冯玉军老师这篇文章主要是对准的特朗普的绥靖主义，是特朗普有跟普京勾结的这种迹象，对这个予以抨击，并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用大炮得不到的，特朗普用嘴炮同样也得不到。乌克兰人抗击俄罗斯侵略的道路恐怕更加曲折，但是光明一定会到来。冯玉军教授认为乌克兰人的抵抗决心只是空前团结。第二个是欧洲现在已经不像一战时期的那个欧洲了，不像张伯伦时期的那个英国，现在欧洲也团结起来，所以这两点足以对抗特朗普的背叛，足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侵略乌克兰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就说了，俄罗斯必败，但是得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乌克兰人的抵抗决心，如果乌克兰人不抵抗，或者他抵抗三心二意，烂泥糊不上墙，你怎么帮他都没有用。所以第一个是乌克兰人的抵抗决心，第二个是美国的援助，这两个条件达到，俄罗斯是必败，无非就是时间长短，无非这个过程惨烈程度。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对美国大选的看法，其实我对美国大选我不关心，在这之前我对特朗普也没有什么看法，他是美国的总统候选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哈里斯，我不希望特朗普上台，原因很简单，就是特朗普一上台，俄乌战争就会出现变数。我记得我在以前节目里面说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从这一点出发，我希望是哈里斯上台。民主党虽然支持俄乌战争不是那么及时，力度不是那么叫迅猛，但是人家好歹是一直在支持乌克兰，拒绝跟普京眉来眼去的。我们不希望看到变化，结果特朗普一上台，果然就像咱们说的一样，就出现了重大的变数。现在往哪个方向发展，谁也说不好。我们还是回到冯玉军教授说的，一个是乌克兰人的抵抗决心，现在是不是就更加坚定？乌克兰人更加团结。就在前两天，乌克兰的最高拉达投票表决通过，泽连斯基继续履行总统权力。泽连斯基现在是合法的总统，一直到战争结束，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再进行总统选举。最高拉达据说没有一票反对，对吧？在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是个非法总统，这个是马斯克说的，已经被开除了。这个五夫一娃一金说泽连斯基是过气总统。乌克兰人给这种言论呢一个响亮的回击，一记耳光。乌克兰连那些泽连斯基的反对派，什么那个女的那个总理季莫申科，甚至被认为是泽连斯基的对手的这个扎卢日内，他们都纷纷支持，纷纷表态，在战时搞选举，那就是撕裂乌克兰，中了敌人的奸计。泽连斯基
基是合法总统，他们为什么把矛头对准泽连斯基呢？无非就是泽连斯基是个强硬的，是个坚定的反抗俄罗斯侵略的，丝毫不动摇，把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无非就是阻挡了普京的这个如意算盘，打碎了普京的美梦，所以招致俄罗斯人这个帮凶黄俄的记恨。可黄俄把这个泽连斯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这一点乌克兰的空前团结没有问题。但是冯玉军老师说的欧洲的团结，这个恰恰还要打个问号。我们就不说这个匈牙利还有什么斯洛伐克，这个简直是欧洲的个叛徒，就连德国也是现在换了一个叫梅尔茨上来，态度比较强硬一点，他可能要援助乌克兰威力更大的武器，射程更远的，他对乌克兰的这个立场恐怕更加坚定。但是我们也看到欧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实际上是非常随进的，态度比较暧昧，也就是言行上面叫政治正确，但是行动上面还是现实主义，两张皮，嘴上喊着要支持乌克兰，但是依然通过土耳其西，通过什么那个管道去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整个欧盟答应给乌克兰供应10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这是说要2023年几月份之前完成，结果东凑西凑只给了30万发，某种程度上雷声大雨点小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就是欧洲能不能团结，这至关重要。欧洲越不团结，你越容易被特朗普拿捏。如果欧洲现在越来越团结，坚定信念支持乌克兰，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就不会受特朗普摆布。无论是斯塔默还是马克龙，他们虽然也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他们采取各种措施，外交的、军事的还有经济的，但是最终还需要美国的背书。这就是马克龙、斯塔默为什么要去美国找特朗普的原因。连波兰总统杜达他也要去美国找特朗普，也就是欧洲人先别说他团结不团结，他至少从精神上面还离不开美国，这种心理上的依赖，犹如美国二战以后这个80年来对欧洲的保护，你说一下让他断奶戒断是有严重的反应的，就这一关能不能过得去？你要说欧洲的物力、财力、军事、科技似乎比俄罗斯的高出一大截，但是他叫太平已久，他被美国保护的，离开了美国，他心理上承受不了。所以我认为欧洲现在考验的时刻到了，心理上能不能接受断奶？我们再说说特朗普，关于特朗普，我一直说你要看他做什么，不要看他说什么。他这个人满嘴跑火车，没有什么道义，也没有什么我们所说的口德。那作为一个总统，他张口就来，这就是他的人设。他这么搞，在美国很受欢迎，要不然他怎么能选上总统呢？所以我一直说，咱们要看特朗普在做什么，他最终采取了什么措施，说什么不重要，让他说吧。泽连斯基，欧洲顶住压力，就任你怎么说，我就是不让步，不见兔子不撒鹰。就好比这次矿产协议，我是支持乌克兰用矿产换安全保障，这是一笔好生意。你拿矿产，你让美国人来开采，或者是其他的合作手段，但是你要跟安全挂钩，签了这样的矿产协议，你就得来保护乌克兰的安全、主权、领土完整。这个协议到现在完整的版本咱们也没看到，但是最近看的是有媒体把这个协议那个条款好像是8条几条全部刊登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实际上这就是个框架协议，细节还有可执行的东西都需要后面继续谈，只是列了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如果就协议到此为止，那么它没有任何可执行性。俗话说就是一纸空文，里面只是模糊的提到了对乌克兰的安全的一个叫援助或者叫保障。大家都知道，你既然说是基金，这个基金就有募投管退，这个基金这资金怎么募集，然后这个基金你要往哪儿投资，这个基金你怎么管理，最后是这个基金怎么退出。按照目前公布的美乌之间的矿业合作协议，这个基金第一个现在它已经没有份额多少，比如说以前说的是5000亿美金，现在没有了，只是笼统的说乌克兰拿它还未开采的矿，现在已经在开采的矿不算，还没有开采的矿，乌克兰政府收益的50%冲到这个基金里面去，冲多少不知道，因为还没开采的矿有多少也不清楚。你看看，你说这是什么个协议？这是募集资金，这个基金份额到底多少也不清楚。那美国出资怎么出也没有明确规定。特朗普说了个3000亿、3500亿，他那大概的意思就是美国的军事援助就折算成这个出资，这个出资由乌克兰政府来代替，因为你乌克兰政府你欠美国的钱呢，人家援助你1000亿美金，你这1000亿要还，你就冲到这个基金里面去，就这么个思路。那投资就基金，你把钱搞到基金里干上，那这个协议倒是说了，用来乌克兰战后重建码头、矿山，对吧？港口、基建，而且美国还说了，他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什么财政援助。你这条一看，似乎让人感觉取之于乌克兰，用之于乌克兰，但是这里有点区别，这里面就涉及到主权。如果这个基金
金是由美国人管理，那就涉及到主权的问题啊。所以说就是木头管，你看这里管理现在也没有说清楚到底谁来管，美国和乌克兰共管，但是谁说话管用，也就是管辖权，就是如果双方争议，那谁来裁定，这个还是个框架。如果这个基金是乌克兰人说了算，那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美国人说了算，那就涉及到一个主权，毕竟是乌克兰的财产。虽然美国人说了我这个钱全部用在乌克兰，但是这不还是涉及个主权吗？这个就看大家怎么认识。如果说你本着是肉烂在锅里这个态度，那就无所谓，反正你钱是花在乌克兰，你美国人来花和乌克兰人花一样。还有一个就是退，那最终怎么退出呢？如果美国人说我不要退出，那你整个的就是乌克兰的。那特朗普所说的什么他把投的乌克兰的援助的钱他要回来了，你从哪儿要回去？关于这个基金的退出、投资人的兑付，他都没有规定。从这个框架协议来看啊，美国人得到的是什么？目前公布的这个框架协议，未来是不是改我不清楚。截至目前这个框架协议啊，美国人得到的就是稀土，就是你乌克兰开采出来的稀土，你恐怕得卖给美国啊。这个既然是基金是共管，那恐怕就是市场价、协议价，你供应给美国，也就是美国他想在稀土这一块保持一个叫什么战略安全。美国人得到第二个就是特朗普会宣布，就是美国再一次胜利，也没有关系，因为特朗普他喜欢这么宣布，只要协议一签，特朗普就可以骄傲的对美国人民说，我们再一次赢了，美国再一次伟大。只是这个协议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框架协议拿出来看一看可以，但是问题这在细节里面。我为什么说泽连斯基他不愿意签这个协议呢？因为他跟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绑得不够深。泽连斯基拿稀土这个本质上是要换安全保障，结果你美国在这个框架里面不承诺这一点，所以泽连斯基他不愿意。但是特朗普也说了，在后续谈判中会体现这些。实际上特朗普现在已经松口了，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去关注这些。特朗普说了，我们美国不会给乌克兰太多的安全保障。你看看1个礼拜前他说了美国是不会管乌克兰的，那你们欧洲人的事。今天改了，说我不会给他太多的安全保障，意思就是我还是要给他一些安全保障。他说是不是一直在变化？今天对俄罗斯人说我相信普京愿意欧洲派军队在乌克兰。他又说了，俄罗斯人也要让步。你看看是不是搞定了乌克兰，他回头就要搞这个俄罗斯。还没搞俄罗斯呢，普京已经双手把稀土送上了，愿意跟美国人分享合作开发。特朗普跟乌克兰签这个矿石协议，那就是乌克兰卖国。那跟俄罗斯签这协议，俄罗斯主动要签，那俄罗斯也卖国是吗？所以很多人评论都是情绪化的。你先给特朗普贴了个标签，完了之后就开始情绪化。特朗普那个标签你贴不住，就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很难说，还是看他做什么。今天美国的众议院那个议长叫约翰逊，是不是又发表讲话？约翰逊现在在威胁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签署这个和平协议，如果不签，将援助乌克兰，直至打败俄罗斯。你看特朗普的这些爪牙，现在已经开始把枪口瞄准了俄罗斯，两边都进行极限施压。总之，对特朗普还是要看他怎么做，不能不承认，关键时候啊，特朗普的这个行为，他的一举一动，确实影响这个世界格局的走向。特朗普今天承认，他说俄乌和谈，俄乌之间实现和平非常困难。那特朗普言下之意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是我尽了我最大能力，俄乌都停不下来，我也没办法了。他最后说啊，为了人类的和平，现在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突破底线，就是不仅给乌克兰给欧洲施压，反而他要援助俄罗斯。我觉得这是个底线，也就是啊，你美国可以不援助乌克兰，就是特朗普不愿意花钱吗？欧洲花钱，你美国卖武器给乌克兰，你授权乌克兰使用这些武器，这是底线。只要不突破这个底线，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也就是欧洲，你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要团结起来，有力的出力，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抛弃美国还无条件援助乌克兰这种幻想。下面特朗普就是援助乌克兰，那也是要花钱的，他绝对要你钱，不会无条件。那底线是什么呢？我刚才说的，你特朗普你可以不援助乌克兰，但是你不能反过头去援助俄罗斯。怎么援助？比如说给俄罗斯输血，跟俄罗斯恢复经济关系，加强跟俄罗斯的贸易。刚才冯玉军教授也说了，美国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美国，对吧？美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制约啊，他的体制，所以希望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不会走上这条路啊。但是确实，这个特朗普给我的感觉啊，他已经学会了太祖的那些精髓。你看啊，特朗普他现在他的整个的政府，他的内阁清一色的都是他的粉丝，都是他的小迷弟，都是他的拥趸。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召开第一次什么政府部长会议，邀请马斯克参加。马斯克可不是政府雇员，他的身份不明，但是不要紧。特朗普进入的时候，这个
会场掌声是经久不息，经久不衰，鼓掌就停不下来。后来还是特朗普一再示意，掌声才停下来，就是欢迎特朗普的掌声。这个就像极了那个前苏联斯大林开会，只要斯大林不发话，那个掌声是停不下来的，越来越激烈。后来就必须要发脾气，那个掌声才能停下来，跟朝鲜也一样。你看这个就是反祖现象。这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马斯克对特朗普的吹捧，像极了那个副统帅对这个统帅的吹捧，什么身体永远健康，副统帅就是比较健康，到了下面呢总理那就是一般健康。所以我说这一幕作为印度人那绝对不陌生啊，怎么风水轮流转。现在特朗普部分找到了那种感觉，就是一出场一参加会议就像司令官像斯大林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美国体制的纠错能力到底有没有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